民众提起囡仔当伫收治刀纸顶悬，台南市市电古迹直至永恒，经过一档修缮活展，今年以全新面貌甲游客见面，并推出详细展，设置各款限定囡仔提供收集，啥想袂到，互人黑白当囡仔。有爱观展，然后就影响整个展览的整体性。我觉得如果有其他游客，比如说外国游客来，可能会觉得，就是台湾人的素质嘛，好像不太好。详细看不止壁，连窗仔拢无放过，四界拢是囡仔，互其他游客感觉相合。不过因为受损的是白花墙面，用水拭袂掉，无法叫赶紧请专业人员以传统工法进行清理甲修补。用比较稀一点的沙子去把它做一点研磨，把去除一点比较深的颜色，然后再判断它的深度，它吃下去水的深度，然后再来就补面灰，然后一层一层的把它慢慢修复回去。这是一个古迹的建筑，那来这边参观的话，务必要遵守我们的使用规范，正确的使用我们的展览设施，避免污染到我们古迹的表面。为着避免类似状况再发生，后续已经伫现场采告示牌仔，强化管理，也无空间会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，会当判半档以上5档以下的有期徒刑，上档会当罚50万以上到2000万以下的罚金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